好多香港人都話日本係佢嘅鄉下，咁但係究竟你對鄉下嘅文化有幾熟悉呢？日本奇妙知識不思議呢本書精選咗100個五花八門嘅精彩主題，例如點解日本街頭有咁多環遊世界一周嘅旋律海報呢？點解燒肉店嘅店名多數都係乜乜丸，蕎麥店係乜乜庵，拉麵店又係乜乜軒呢？仲有點解新商品成日都喺靜岡同埋廣島開始試賣呢？用輕鬆又獨特嘅視角帶你一探究竟，發掘最地道、最有趣同埋最奇妙嘅日本秘密啦！冷知識一：點解新商品多數從廣島開始試賣？日本商家成日都喺廣島試賣新商品，呢樣嘢其實背後係有原因㗎。廣島嘅消費者係被視為日本全國市場嘅縮影。因為佢哋嘅口味同埋消費行為比較中庸，唔會太前衛得嚟，亦都唔會太保守。企業透過先喺廣島試水溫，就可以判斷新商品嘅受歡迎程度，減低開發風險，同時提高正式上市嗰陣嘅成功率。簡單啲嚟講，廣島就好似一個日本消費者嘅試金石。如果廣島人接受，商品先至有機會推廣至全國其他地區。所以下次去日本旅行，如果你想搶先體驗啲新奇嘅商品，不妨留意下喺廣島嘅商店啊。冷知識二：平安時代嘅女性一年只係洗一次頭。平安時代大約9至12世紀嗰陣嘅貴族女性，一年通常呢都係只係洗一次頭嘅啫。呢個習俗聽落好奇怪，但係反映咗當時嘅審美觀念。佢哋認為頭髮係女性美麗嘅象徵。太過於頻繁洗頭呢，會破壞頭髮嘅天然光澤同埋質感，所以佢哋會用草藥水同埋香料保持頭髮嘅香氣同埋健康。一年洗一次頭雖然好少，但係都能夠保持頭髮柔順有光澤，展現自然美啊！呢個習俗顯示出古代日本人尊重自然美同埋注意身體保養嘅獨特智慧。呢種生活方式亦都同現代追求自然有機嘅風潮有異曲同工之妙啊！冷知識三：點解燒肉店多數都係用乜乜丸嚟做店名？日本好多燒肉店嘅名都有個丸字，呢個字背後其實係有啲特別嘅意思。丸原本指古代嘅園林庭園，代表一種優雅同埋舒適嘅環境。燒肉店用丸字係想傳達一種好高質感嘅用餐氛圍，等客人感受到好似置身花園咁樣愉快輕鬆嘅感覺。而蕎麥店用個庵字，意思係小屋或者係隱居之處，俾人哋一種寧靜淡雅嘅感覺，非常配合蕎麥麵樸素又細膩嘅氣質。拉麵店呢，就多數用個軒字，意思係指房屋或者店鋪，簡單親切，容易記住，帶有一種接地氣又溫馨嘅店鋪感。呢啲字唔單止係店名嘅裝飾，亦都係日本飲食文化中表達店鋪特色同埋吸引客人嘅重要元素。今次介紹咗3個冷知識：廣島作為新商品嘅試賣重地，平安時代嘅女性一年只係洗一次頭嘅傳統，以及燒肉店名中丸字嘅文化內涵，都幫我哋從不同嘅角度去認識日本文化嘅豐富同埋細膩。香港人叫日本做鄉下，其實都係開玩笑嘅啫。但係呢啲奇妙嘅細節，正正展示咗日本文化嘅獨特魅力同埋深度。如果你想知道更加多奇妙又有趣嘅日本秘密，今日介紹嘅書《日本奇妙知識不思議》就非常之適合你啦。